司徒啊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，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？那女的随便说几句你就相信了？关键是我们几个从小到大确实没有见过你跟某一个女性乱搞过呀，所以那个女的那么一说，你懂的啊。当然，我不应该轻信她的谣言。Sorry, I'm so sorry， 兄弟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几个千万别像我这么早结婚，这婚姻就是人生的坟墓。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就算我们几个不把你当弯了看，可那些妞都当真了。我们几个嘛，好说，自家兄弟，不会把你当姐们看。对，在我们的心中你是纯爷们儿，可是，在女孩们的心中，你呀就是弯的。你才弯的！我弯吗？你哪只眼看着我弯呀？啊！你看看我的雄性荷尔蒙迸发的，看我这胡子多性感！可是关键哥们认为我也是弯的，这是拜你所赐呀！行了，你别在这添乱了，赶紧帮我想想办法。办法有，就看你活不活得出去。说呀！找个女孩啊。西城，啊。安娜，对不起。顾西城，你还是男人吗你？以后你别想约我。开房了，哥们儿。安娜呀，身材非常的火爆啊，都把你扑倒了，你竟然把人家给推开了呀，哥们儿，你还说你不是同性恋呢？你才同性恋！是啊，我承认安娜是个大美女，但是我一想到她有可能跟别人上过床，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。我告诉你，你心里不是滋味不是问题，现在所有喜欢过你的姑娘心里才不是滋味呢。Everybody 都认为你就是个弯的。Who care？ 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。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 happy 喽，叫上蒙丽和商震喽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，走起来。